伫咧台南的基美病院最近有创一套智能照护系统，是用 AI 技术来甲病例整理好势，佮再调列出治疗的错误。病院指出，一般咧处理拢要20分钟以上的时间，这套系统只要5分钟，佮来减轻医护人员的负担。 医护人员无因此时，甲病患大细项代志拍入去电脑做记录。根据统计，因逐工超过2成的时间来处理病情记录，这嘛是因定通着下班时间的原因之一。基比病院参两体公司合作，运用 AI 技术，首创2套智能照护系统，这有偌尼海咧。 病患资料叫出来，除了会使甲病历整理好势，若有资料拍唔对，系统会自动替病患因过记录做比对，就较袂中断去，甚至甲病患要评估的项目拢写出来。大概10几秒的时间，其实就可以完成了。这样，所以其实可以减少我们像工作上的工时，那也可以帮助我们整合出照顾病人的重点。医师的病历，还有这个护理人员的这个记录方面，让医疗人员工作 不血汗，可能化社会，佮加上前2冬疫情来扰乱，互医护人员压力大，工课嘛改硬到。这人落尾选择死头路。那技术引进了后，台湾医护人员真欠缺。护理工会专联会指出，一当平均欠5000人，估计2025年会欠1万多人。基比病院指出，减轻医护人员的压力是因甲人留落来的关键之一。 把时间留下来给我们护理师去照顾病人。那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希望把时间留下来，让我们的护理师可以准时下班。这应该也是我们留任非常重要的因素。现阶段它是真的能够降低负荷，然后那对于人力的工作负荷减少的时候，整个职场就会变友善。照护能力面对考验，为着要提升医护环境，即摆有病院参科技做整合，互医护人员会当做代志有效率，节省时间，甲快乐用伫咧照顾病人顶悬。记者李成武台南采访报道。